沙拉的这个镇南路顶有一个70岁乡亲陈万丁，伊发挥创意，创一个椰子树的水道头，将做在地这么真夯的拍开景点。 水道头一个拍开，清气的水一直流出来，抑阁看一个真，这个水道头是倒伫椰子树棵顶，引起真侪过路人的好奇。都不可思议啊！是讲哪有办法安尼用啊？我第一次看到吼，也感觉讲足稀奇的啦。那我到这椰子树吼跑出水来。这是70岁厝主陈万丁的创意，伊利用过去做装潢水电的技术，用1礼拜时间，伫椰子树挖坑看水管到这个水道头。到一个水管安尼看较一个特色安尼啦。即马即间伫沙拉人家厝嘛，变成当地新的翕相登开地点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